林斗六市公所7月29要伫个碰瓷森林公园来举办音乐节，除了邀请到出名的歌星来演唱，现场嘛有美食、野餐的派对，甲热气球的活动。 斗六市公所会伫咧7月29头一摆伫咧碰瓷森林公园举办大型的音乐节活动，现场嘛有好食物件、热气球展览，邀请民众做伙来接赏。微信音乐会啊，这个是结合啤酒、美食还有音乐的一个飨宴哈。公所嘛邀请到著名的歌手，包括美秀集团、马念先等歌手轮流表演。 为了这摆音乐节活动，斗六市公所嘛特别和南部的厂商合作，推出一款限量版的秘鲁，那是民众来这参加游戏，得当啉到。那甚至呢，所有的非常知名的音乐团队都来到我们斗六碰树公园。由斗六市举办的大型音乐节活动，会在7月29碰瓷森林公园大道举办。为即摆开始，麦当来到公所的网站注文野餐的组合，邀请民众做伙来参加。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